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耶利米书22章18节到30节，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最好的朋友。诗歌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动人诗歌。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的作曲、编曲以及创作。那重点是在那个歌词啦，他说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，他担当我们的罪过与烦恼。那真的是我们有大大的福气万事都可以向他求讨。我们的心常常失落平安，我们常常挂虑难过的事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刻的相信，没有放心的交托给主。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？什么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？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。然后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他会帮助我们，会愿意为我们牺牲。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是否真的以他为首要，看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？耶利米书22章18节到30节提到了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斤的时代，他所遇到的一个情况。那圣经的记载是这样子，所以关于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雅斤，上主这样说：没有人为他哀悼，说呜呼哀哉，我的朋友好惨啊！没有人为他哀呼，我的主啊，我的王啊，他要被人拖走，被抛在耶路撒冷的城外，好像在埋葬一头驴。耶路撒冷的居民上黎巴嫩上去呼喊吧，到巴山痛哭吧，从摩押山顶喊叫吧，因为你们的盟友都被击败了。你们繁荣的时候，上主警告过你们，你们却说我们不听。你们从小就不听话，从来没有服从过上主。你们的领袖要被风卷走，你们的盟友要被掳，你们都要蒙羞受辱，因为你们作恶多端。你们住在用黎巴嫩香柏树造的宫殿，你们自以为安全，但大难临头时，你们多么可怜！你们要像产妇阵痛呻吟。上主对犹大王的约雅斤的儿子约雅斤说：我永生的上帝发誓，即使你是我右手所戴的印章的戒指，我也要把你摘除，交给你所畏惧要杀害你的人。我要把你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。我要把你和你母亲放逐国外，到那不是你们出生的地方去，你们要死在那里。你们渴望回来，但是永远不能回来。我说约雅斤王不是像一只破碎没药的瓶子吗？否则为什么他和他的儿女都要被丢弃，流放到异乡去呢？大地啊，大地啊，大地啊，要听上主的话。他说这人注定要丧失儿女，成为一事无成的人。他没有后代要继承大卫的王位，没有一人可以统治犹大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，要与他维持良好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不但是信靠他的人的朋友，他更是小朋友的最好朋友。
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7节记载的情形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不是孩子们的好朋友，所以他们拒绝了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却是孩子们的好朋友，所以当门徒拒绝并且责骂他们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吩咐他们，让他们进前来，并为他们祝福。有人带着他们的婴儿来见耶稣，要让耶稣为他们按手。门徒看见了，就责备他们。可是耶稣叫孩子们到他的跟前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你们要记住，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就如同另外一首儿童诗歌的歌词所说的，小孩子的朋友是谁？是谁？小孩子的朋友是我主耶稣，和散那至高的主，和散那至高的主，和散那万王之王，大家要赞美。诗篇46篇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坍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惶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，列国的要站立，万邦要骚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。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奇妙的事。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折弓断枪，用火烧毁盾牌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要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欢迎主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成为我们的生命中最好的朋友，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艰难，使我们能够得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